写汉诗对一般人来讲是真无简单，口文口台语搁较是考验。不过，对高雄文德国小的台语老师苏安德真教教学生囡仔写台语诗，伊的秘诀就是讲台语变魔术，无怪学生囡仔拢真介意伊的课。即马呢，来，咻，呀，老师你念啥？恁知无？台语背上条，咻，变红人嘞。用科技棒变魔术，囡仔目睭金金上。文德国小苏彦德老师的台语课，甲一般的课真无同，因为三不五时，伊会变一寡魔术，互学生对台语有兴趣，而且因毋若学讲台语，嘛会晓写台语诗。趣味的味，E I 文是啥物文 ？E， 好对，就是这个 E 哦，这个叫做 E， 唔是 I 哦。这班5年啊，才学一学期，就会当一句一句道出一首台语诗。双眼爱照顾，近视足痛苦，目睭无前途，日子真歹度，生活真糊涂，塞车看无路，押韵上困难。安怎讲？因为爱找迄个伊。想的时阵会想到一粒头两粒大，想了是。感觉真轻松。要解决写诗上困难的押韵，苏老师整理一张押韵表，要押什么韵，就家己找出来。学生豆豆啊学着写诗的撇步。针对因常常出现一寡台语词，甲接应的，我就来甲整理这个对照表，啊，搁在押韵表拢甲整理好做好势，安尼囡仔去写作就较紧，啊，因就较爱。讲台语，为着要鼓励学生创作，苏彦德甲学生写的诗搭伫个教室，互大家欣赏。伊定定指导学生参加比赛，也是投稿，看到作品刊伫个报纸杂志，有的学生欢喜甲跳起来。会晓讲台语，你就加一粒头壳，你思考的角度会无共款。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咱互囡仔吼，一个无共款的，毋是干咧伫遐唱歌跳舞，吼。咱会当写一款物件加留咧。苏彦德教台语10几冬，伊家己嘛爱写台语诗，伊希望囡仔会当因为写诗找到兴趣甲成就，嘛较爱讲台语。记者陈家文、罗伟哲高雄报道。